有关心到类似下种嘅消息。到3年前嘅八八水灾過後，南投縣成影響嘅農發國小4省，就一起到做下五個教室地圖類送考哦，和等人學校重建。經過安從一團事件嘅高鐵領先，還有教師規劃了條嘗試，農發國小嘅重建工廠，總算到今半日清晰對同工哦。毛世界從送準備嚟簡單嘅幾百意思，希望撒下落嘅工廠做得順時嚟進行，新教師做得才明年正月初就做得完工。快速開工，另一方面，本農發國小嘅師生係社區居民等了3年，農發國小重建總算開始咧。工廠人員按算5月初日正式進駐，全面開始搞這個重建。總工期估算係240日，明年將年14期後。目前是我們有開挖的話，基礎是全部一起動工開挖啦。出土面我們會分2區來進行，預計就是說，工人住在這邊就是盡最短的時間來，然後跟他們會有充分的協調，希望他就是能夠全力趕，大家希望說能夠盡快的能夠把這個學校能夠盡快的呈現出來。新高階整體面積係3分半，規劃項為特別充實、安全、舒適。新校舍名為融入客家元素。在舒適美觀之外，其實我們還帶有客家風，這個是我們校舍在設計上面跟其他學校特別不一樣的地方。當然期待咯，希望講安尼去到一獎。因為大家期待研究的你近比種同工的大家當然有興奮意啊。四川講咧從開工典禮動地跳，但是對學校重建等待長久嘅社區家長是講，所以工廠順勢，學校起好是好的。安尼嘅要求，佢本人感受到農發國小重建之路嘅困難同辛苦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投報。